然後就黃志強議員，唔該。多謝主席。頭先我聽到主席講我個名，以為包括我在內，點知咧就去咗曾主席嗰度。咁我好耐心等候，咁都有個機會講。長話短説咧，第一樣嘢呢一個鐵路我相信絕大部分人支持咧就唔使講嘅。咁但係喺諮詢嗰度咧就係即係強差人意嘅。點解咧？因為咧就係我睇到咧就係以前香港所有啲嘅項目咧，大嘅項目咧好長嘅諮詢期，呢個好短。點解咧？因為咧要配合上邊。咁所以我希望咧有關嘅官員咧就唔好用翻以前嗰個心態，咁以前做嘢嗰個方式或者心態咧，因為咧我哋諮詢咧可能都好長噶嘛，咁但係今次咧就咧因為咧要配合翻港深，唔想話港深變咗港就唔係香港，係講嘢嘅港，因為冇啊未接到，咁就唔好啦呢樣嘢。咁所以喺心態嗰方面咧係嚟緊繼續諮詢嗰時咧，都希望可以快啲去做，唔好用翻以前嗰啲咁嘅時間表啊等等嘅咧，變咗可能咧就係做唔到噶啦。而第二樣咧就係關於呢一個係土地嗰個業權人嗰個賠償，業權人嗰個賠償咧就係我講話就收咗你地嗰啲賠償嗰啲，我唔講嘢，好多其他啲人講，而係咧冇收到你哋啲地，而係咧就喺你下邊嗰個地層嗰度做嘢嗰啲人。咁你係現行嗰個鐵路嘅條例咧，我諗係喺咁樣嘅情況咧，收咗或者用咗你下層嗰啲地唔使賠償咧，係源於翻應該係80、90年代咧，就係起呢一個香港嘅鐵路。因為香港嘅鐵路咧，如果因為土地嘅意思咧就係去到好上，去到好下。如果我收咗你下邊，你其實應該要賠嘅。但係如果我喺香港嘅鐵路咧要賠咧，就天文數字嘅，我點賠啫？咁所以咧就起到喺50、60米或者60、70米或者甚至100米以下，係影唔影響到上邊噶嘛？咁所以唔使賠啦，亦都冇人會嘈噶。但係如果將呢一個咁嘅概念拎翻嚟新界咧，就完全唔同嘅喎。點解啊？因為咧你起到好矮嘅啫嘛，5米啫嘛，5米嘅點解會唔影響到我？一定會影響到我㗎。咁所以咁樣嘅情況，如果用一啲係喺適用於香港島嘅法例搬過嚟新界咧，其實係完全唔適合嘅喎。咁所以可以睇到咧，如果我作為一個業權人，你冇收到我上邊嘅地，但收咗我下邊嘅地，其實地我係有個權好上去到好下嘅，從一個法律嘅角度嚟睇。所以咁樣嘅情況咧，如將一啲嘅香港鐵路嗰個法例嘅精神搬咗嚟新界，係唔適合嘅。所以點解會咁多矛盾？所以點解在座咁多鄉事嘅朋友佢話喂唔公道嘅喎，因為影響到個發展，梗係會啦，5米啫嘛。如果你起喺50米之下，全部都50米之下，一定唔會㗎。佢而家呢個鐵路話5米至50米，50米喺荃灣啊，出邊九龍西嗰邊啊嘛，嗰啲人唔會嘈㗎。因為點會影響到我？乜嘢都唔影響到㗎。所以因為咧喺咁樣嘅精神之下，我哋係咪仲係用翻呢一個喺香港島或者係市區適用嗰方面嚟套落新界度係唔公道嘅，對於呢個業權人。所以頭先鄉事嘅朋友冇講到呢點，所以唔好意思啊，就完咗啦，夠鐘啊。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係咁樣係唔啱嘅。少少時間，第三樣就係關於嗰個有關係賠償嗰度啦。其實好坦白講一樣嘢，如果呢一啲賠償係唔啱嘅，包括如果你話法例上面應唔應該賠償嘅，喺因需嗰方面嚟講，我覺得政府應該盡量要做好啲咧，係喺避免減低呢個衝擊㗎。咁因為時間問題啦，就唔能夠再講。多謝主席。好，唔該晒你。咁遲咗個鐘都唔怕，再遲啲啦。咁咧就跟